转来关心国内政治消息，总统赖清德就任了后，是头一回主持陆海空军授免典礼，加共是有31个人晋升。总统赖清德咧致辞的时阵，就感谢国军保卫国家。针对这中共一直咧扰台起事，赖总统是搁再强调讲，咱的主权是无可能去互侵犯，伊做三军的统帅，会做好家己的责任。一个一个致意讲恭喜。总统赖清德就任了后，七八头一届主持陆海空军进任授免典礼，包括7个中将、24个少将，拢总31个人晋升。毋但握手讲恭喜，赖总统甲每一个将官小酒问甲开讲。现场关注的焦点包括赖总统指派任内头一个总统府侍卫长邵志军，也佮有陆军马航部政战主任朱惠芳。这是国军第5个女性现役的将领，创下新的纪录。针对台海情势紧张，赖总统讲，台湾袂自卑、袂骄傲，以持现状，嘛强调两岸互相无隶属，坚持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，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。我们推动国防改革，恢复1年期义务役，也透过国防自主与军购并行的方式，充足武器装备。营养人工智慧的时代，无人化、智慧型去中心化的指挥甲管理，多军兵种联合的决策链，拢是国军爱克服的挑战。赖总统表示，将做三军统帅会甲责任担起来。另外，中国1礼拜内2届实施联合战备警巡，影响区域和平稳定。新上任的海军131舰队长，甲空军4连队队长，拢做好守护台海的准备。当他如果有特别的动作的时候，我们的各型舰艇都会依照命令出港做议应。我们会从最基础的训练开始，我们都是非常的扎实的训练。在所有的空防任务上面，我想这个各位朋友们，你们不用担心，我们一定会做好万全的准备，让这个共军绝对不敢越雷池一步。国军拍拼做战备的训练，陆军10军团连续2天，在台中番仔寮的阵地展开重炮保养射击，出动30台自走炮、济门火炮同时间发射，气势十足，精准拍到近海北区，充分验证炮兵训练的成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